周五落班想輕鬆度假，從廣州開車60分鐘就可以到嘅順德萬怡酒店。放低行李嗰刻，周末先正式開始。今次住嘅係萬怡河景雙床房，落地窗可以眺望順峰山，床品親膚透氣。晚餐去隔籬嘅順德珍品之選酒店，5道醬新料理，5款美荷莊園甄選佳釀，以順德蜂蜜為靈感，以舌尖為畫布，勾勒出萬般精彩嘅味覺詩篇啊！第二日早餐喺酒店2樓嘅原味坊餐廳，班尼迪克流心蛋，本地大廚現煮米粉，強烈推薦港式點心同各式海鮮。下一站我哋去和美術館，門票單人150蚊。不過酒店699蚊套餐係行雙人套票嘅，更加划算。退房之後行10分鐘就到和美術館。混凝土雙螺旋樓梯係必打卡，建議下午1、2點去，陽光穿透空頂嘅光影絕美。下午就去嶺南和苑，離美術館有800米，花30蚊嘅門票就可以睇到傳統嘅皮影戲表演。逛亭台樓閣嘅同時，仲可以體驗各式順德美味，坐喺百年榕樹下飲茶，呢個先係港式嘅慢生活。